这首歌老外来介绍。好，老左介绍。我们赶快介绍接下来要唱的两首歌。我们下半场差不多都是唱，有菠萝传唱的歌曲，或者是有长辈给我们的歌曲这样子。因为这些对我们说很重要。其中我们现在要唱的歌曲，这个创作人呢，他原本也是在女巫店唱过这样。很久以前有一个乐团叫做原音社，有没有听过？有。原音社刚开始也是在这边唱这样子，然后他都是那些里面很多各族群的长辈都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小，可是他们歌曲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然后让我们可以今天在台上唱歌，在你们面前唱歌，然后我们可以创作出自己的歌曲这样子。然后这首歌叫做这首歌叫做想你，长辈 Kinebula 徐敬德所写的这首歌曲。他现在不在人世间，他在天国了。然后他留下了很多很美好的歌曲，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样子，他很可惜。然后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方式就介绍给你们这样子，希望这些歌曲可以被听见，好吗？好。这首歌叫《想你》，然后它是我不知道是在想谁啊，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泰雅族的歌跟那个话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用这首歌来讲它好了，好。弹指哦，这其实蛮难的，像他。真的好想你。因为手拉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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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手拉因为。手拉因为我最亲爱的你，不知道何时才能够见到你。你我像个两地，日夜不停思念，亲爱的你，何时能在一起？真的真的好想你。因为手拉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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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手拉因为。手拉因为。
想你，谢谢。谢谢。